趙麗穎熱戀台灣導演網揭一大轉變掀熱議。開六角括號娛樂頻道綜合報導刪六角括號37歲中國女星趙麗穎2021年與馮紹峰離婚。近日再度傳出新戀情，男方是42歲的台灣導演趙德胤。中國八卦微博近日瘋傳，趙麗穎近年頻頻出國參加國際影展，除了推廣電影，也被指是為了與趙德胤遠距約會。由於兩人即使出現在同一場合，也不容易引起懷疑，有網友指出，趙麗穎從過去不愛出國的宅女，轉變為頻繁飛行的空中飛人，背後疑藏愛情動力。其實，這已非兩人首次傳出緋聞，趙德胤曾多次被拍到持門禁卡進出趙麗穎住處，甚至單獨帶他的兒子外出玩耍。兩人合作電影喬賢的心事時疑似日久生情，先前更被拍到在法國一同出遊。趙德胤與小孩互動自然，被認為關係不尋常。相關新聞：趙麗穎熱戀台灣導演首公開露面，竟回算你妹唱爆全網。不過戀情曝光後，趙麗穎曾3度在微博發聲。5月23日，她出席品牌活動，微博出現戀情曝光後首亮相標籤，素有趙小刀之稱的她不甘示弱回唱，生一個渣浪級的熱手，在人間要定當了。網友一度好奇是否為變相官宣，結果她回應算你妹，又補上一句在人間明天定當，讓戀情更加撲朔迷離。這3篇微博雖成功吸引關注，為新劇宣傳造勢，卻在5月25日悄悄刪除，讓外界對她是否低調認愛產生更多猜測。趙德胤是出生於緬甸的台灣華僑導演，16歲來台求學，取得台科大設計學士與碩士學位。他是少數長期拍攝緬甸題材的導演，代表作包括《再見瓦城》、《卓人秘密》，以及與趙麗穎合作的《喬賢的心事》。他曾獲金馬獎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肯定。日前緬甸地震時也在台灣積極發聲，希望喚起對家鄉的援助。